了16楼，16楼我们现在已经很缺氧，我们小孩也不行了，快！今天是2022年的10月25号，发生了这些问题了以后，我检查消防通道门打不开，看这铁丝，这从外面我不知道是谁给的权利，谁下发的文件，所有的消防第一通道后门，我在那酒店有70多号人，一旦出现了问题，无法解决。现在社区还没给我给个答复，我把这视频以此取证，我会追究他们的这些过失。抖音、